大家好，今日係3月29號星期六。個標題係恒指穿新橫六夾嘅底，但係咧就呈現最後穿頭破腳嘅形態。咁副標題咧就係4月7號嘅講座嘅早鳥優惠咧，即將喺下個禮拜一，即係嚟緊禮拜一啦，3月31號結束噶啦。要報名咧就快手啦。唔知咩叫最後穿頭破腳形態嘅朋友咧，可以睇翻我喺2024年9月7號拍嘅呢條片。咁佢就講最後穿頭破腳預示什麼？近期咧市況咧好波動啦，無論係美股、港股咧都係好波動嘅，大上大落。某程度上咧同水星逆行周期有關。咁呢個周期仲未結束㗎，係由3月15號開始至到4月7號先結束。所以未來一個禮拜內咧仍然受到佢嘅影響。咁水星逆行周期一個座右銘咧就係 expect the unexpected，即係預期咧有一啲意料之外嘅事啊會發生。既然意料之外，即係遇唔到啦，即係意外啦。講起意料之外咧，星期五咧，緬甸咧就發生大地震，強度達到7.9級，震到咧連泰國興建緊嘅一棟樓咧都係成棟冧咗落嚟啊！你係諗翻起911嗰陣時嘅情況。而市況方面咧，亦都有好多咧意料不到嘅事發生。咁啊，3月27號下晝啦，我就拍咗呢條片啦，恒指喺六星日現身橫六夾嘅形態啦。咁當時提到喺3月25號嗰日咧，恒指低見23321之後，雖然以陰燭低收，但係翌日咧係反而係高開咗之後咧就靠穩。咁咧呢兩日嘅走勢呈現我哋叫新橫六夾嘅轉向形態。而3月26號咧就係我星曆上嘅六星日，喺正負一個交易日內咧就有機會產生轉向作用。喺前一個交易日，恒指有機會喺23321見底咧，而喺後一日，科指咧就有機會咧係喺當日早上嘅5495咧係見底，因為當日係先跌後回穩嘅。不過技術上要等到破翻呢個阻力位咧，先要增加呢個新橫六夾所產生嘅轉向作用。咁事實上，我亦都提到，等到短期內咧出現一支較長嘅陽燭，先至可以確認咧呢一個新橫六夾嘅轉向信號。尤其是咧可以上破翻20天同埋10天平均線嘅阻力收市。但實際市況大家都知啦，條片出現之後咧，下晝咧個市況咧係冇做好，反而咧係低收翻，收翻個十字星。而呢個十字星好明顯係受制於20天平均線阻力啦，唔好講話挑戰10天啦。咁去到禮拜五嗰日，曾經再嘗試反彈，但係咧都係破唔翻20天線，跟住咧最終係低收翻。而且咧更加跌穿翻咧呢個新橫六夾個底部，即使有新橫六夾都好啦，技術上咧都冇向上突破嘅跡象，最後更加破翻底啦。咁即係由24874開始嘅跌勢咧，去到呢一刻咧都係未有改變嘅，冇破翻中軸線。我哋理論上咧可以下試咧保力加通道限線嘅支持嘅，大概現時喺22,800度啦。未下試通道限線之前咧，第一級嘅支持咧就係23,198呢個底啦。咁即係如果跌穿埋23,200低收啦，咁咧後市咧似乎要進一步下試咧21,800呢啲支持位啦。不過我哋標題講啊嘛，恒指呈現最後穿頭破嘅形態。咩叫最後穿頭破腳啊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經過一段時間下跌之後，呢日收十字星啦。禮拜五嗰日係先高開後低收嘅，呢支陰燭咧係完全包住呢一支十字星嘅燭身，咁我哋叫做先穿頭後破腳。因為係經過一段時間先出現嘅呢個形態咧，咁我哋叫呢一種叫做最後穿頭破腳形態。呢個形態咧係預示咧呢一段跌勢咧可能係接近尾聲噶啦。所謂接近尾聲咧，通常我哋會等下有冇一啲明顯啲嘅陰陽燭見底形態，例如錘頭啊等等嗰啲咧。如果短期內出現咧，就有機會咧配合得到呢一個咁樣嘅見底信號。呢個本身唔係一個見底信號嚟㗎，呢個係一個預告嘅信號。我睇翻以往有冇啲咁嘅形態出現咧？嗱，去到禮拜五咧就出現咗呢一個啦，最後穿頭破腳，先穿頭後破腳嘅。
咁你可以掃翻一幅圖，睇下有冇見到類似形態出現。去到呢度其實就係啦。市況喺呢度跌咗一段較長嘅時間之後，去到呢一日收翻粒類似十字星，但係呢一日咧係先高開後低收，成支陰燭咧係包住呢一支蠟燭嘅燭身啦。咁咧就構成咗好似呢一個啦，最後穿頭破腳嘅形態。咁咧去到下一個交易日，恒指再裂口低開，低見18671之後，但係最終咧係收翻高，收咗一支我哋叫錘頭嘅見底形態。一個最後穿頭破腳加一個錘頭，咁就構成一個見底嘅信號啦。再到下一個交易日更加出現一啲大陽燭高收啦，咁整體就係一個早晨之星啦。咁就確認咗呢一個係一個短期底部，其後咧更加大幅上升到去到24,800先見頂啦。咁仲有冇其他類似嘅形態出現啊？其實呢度都係嘅，不過呢個咧係調翻轉啦，呢個叫最後破腳穿頭。市況反彈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去到呢一日跌翻落嚟啦，一支細陰燭，去到呢一日係先低開後高收，即係先破腳後穿頭，所以叫最後破腳穿頭啦。咁預告咧，呢段升勢可能就係結束啦。咁去到第二日再創新高之後咧，就回翻落嚟，出現咗個類似淡有反攻啊嘅形態，跟住咧就新跌浪開始啦。咁相同嘅形態就喺呢度出現啦。升咗一陣較長時間之後，呢一日出現一支細陰燭，第二日先低開後高收，一支陽燭完全包住呢一支陰燭嘅，咁就成為我哋叫做最後破腳穿頭嘅形態。咁亦都係下一個交易日，恒指就喺23,241見頂，跟住咧就大幅回落啦。啊，即係話呢一度同呢一度咧都係最後破腳穿頭嘅形態，而呢一度同埋呢一度咧就出現最後穿頭破腳形態啦。咁所以我哋可以留意下，下個禮拜初會唔會有一啲見底嘅形態出現，重演翻咁樣啊？我留意下個市況啦。而且咧，星象周期方面咧，都有啲因素咧係有利恒指咧係營造短期底部嘅。咁呢啲因素係咩咧？唔可以咧訂嗰份報告，你就會知噶啦。恒指路線圖呢份報告，除咗有升力之外咧，亦都有升力衍生嘅路線圖啦，亦都有波浪分析。新訂戶咧，我亦都會送翻呢一份水星逆行求生手冊俾佢。而且咧做訂戶咧，可以用一個優惠價咧去參加我哋即將喺4月7號嘅講座。同埋提提大家，早鳥優惠咧，即將喺3月31號，即係下個禮拜日咧就結束噶啦。咁所以咧呢一兩日啦，快啲好報名啦。咁訂戶早鳥優惠價就係500蚊，而最低咧只要500蚊咧就可以成為訂戶，有訂到8期嘅。咁即係話1000蚊咧就可以又參加講座，又可以訂到8期嘅報告。咁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下啦。有興趣就俾個電郵我啦，榮輝217@gmail.com，提供分家學嘅全名同埋可以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俾我啦。咁我會用9124字頭嘅電話咧覆翻你。無論訂閱報告好，抑或參加講座咧，都可以根據以下嘅資料去聯絡我啦。咁希望4月7號見到大家啦。咁下個禮拜我哋再檢討下，睇下呢個最後穿頭破腳有冇產生到任何嘅轉向作用啦。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